前一排有個客仔揾到我，其實佢一開始係覺得自己應該買唔起屋，因為佢嘅全部都係市價500,000、600,000之間，對佢嚟講壓力好大。但我幫佢睇咗拍賣市場之後，幫佢揀到一間市價大概500,000嘅屋，最後300幾千就成功買到。而依間屋係可以順利貸款，冇法律風險，入手之後安全住名。因為拍賣樓最大嘅問題，從來都唔係價錢，而係你識唔識得揀。揀錯平都可以變貴，但揀啱真係可以幫你慳幾十千。所以我一直做呢樣嘢，唔係只係幫人買屋，而係幫人安全咁買到屋。如果你而家都覺得自己嘅預算唔夠買屋，不如試下問我，可能你嘅情況其實有得做，接 PM 我或者留言拍賣，我幫你1對1嚟睇。